爸，你到这到底是要干嘛呀？你别管了，我自有安排。哎呀，这得多少酒杯呀！叔眼光不错，这个可是我们店的招牌，薇娅飞跃香槟塔。来，叔，坐着聊，坐着聊，来。叔，您女儿結婚？我結婚。您啊？啊。那大媽這歲數了，你跟她上這個有點危險。叔，我給您強烈推薦80年代復古風的婚禮。哦，1秒鐘帶您回到青蔥歲月。我剛從青蔥歲月回來。哎，叔什麼意思啊？我們也經常聽不懂。什麼意思啊？就是太土了，把你們店最時髦的給我拿出來。最時髦的，時髦。既然叔這顆普通的心臟不想普通的跳，那今天我一定把您的心臟給開心的蹦起來。叔，接下來我要為大家介紹我們店的另外一個招牌——浪漫法式濃情婚禮。哎呀，沒事，盡在我掌握啊。我們在300年歷史的古堡酒莊，擁有非常多的藝術氛圍，而且我們的主持人還操着一口地道的老巴黎口音。Bonjour， Bonjour。叔，您先绷住，這些呀，都是開胃菜，接下來才是重頭戲。我們管這個叫做法式自由行走的雞尾酒會，用普通話講啊，就是溜達起來。哎，我們溜達起來。我們在婚禮當中看不見那些一排一排的圓桌，也沒有那些陳詞濫調的主持詞，我們有的流動的香檳，精緻的法式小點心，還有就是優雅的像背景板一樣的賓客。我們攝影師化妝成吟遊詩人，隨時拍下您和大媽之間愛情瞬間。哎呀，哎，好，哎，這樣啊，哎，那個你等我一會兒，我消化，我先消化。說你腸胃有毛病啊？啊，不是，信息量大。我的思維溜達。琪琪，給我拍張照。來，跟老爺，對跟老爺。我想到了一個婚禮形式，領先現在婚禮40年，真的？保證驚豔全場。什麼形式啊？那個法式，就是辦婚禮之前呢，你得做一場法式，你讓那個主持人說外語，綁豬。綁豬？那我要是綁不住咋辦呢？你先綁住，我跟你說一下細節啊。你看那桌子们都撤了，不要太俗，咱得自由一點，就是走起來，自由行走起來。然後每個人手裡呢都拿個雞，拿個雞，拿那個溜達雞，拿個溜達雞就溜達，哎，那自由，然後就跟人哭唄，然後拍照。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說啥呢？溜達雞拍照？對呀，啥意思呀？還溜達雞，還做法事，我還得綁豬，你想的啥呀？吹響。叔，這個咋樣？不行，你大娘不喜歡。哦，大娘在哪兒呢？反正啊，她不喜歡這個法式溜達雞，換。好，您瞧好了，韓式時尚，主打一個霸道總裁愛上我，白色的鮮花代表你和大媽純潔的愛情，你和大媽可以雙向私奔。不行，咱倆光明正大的私什麼奔？還是不喜歡，換。好，中式美學主打一個重生之我在古代當帝王，鳳冠霞帔身上穿，大媽立馬賽貂蟬，天地為媒山河正，此生共赴龍鳳祥。我看這個行。不行，
太浮夸了。换，森系婚礼在这儿呢。绿草归自然，婚纱显柔情。绿草加婚纱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去什么草原啊？那一片绿的，吉利吗？也是啊。叔，你觉得这个咋样？我结婚用的就是这个草原。我能跟你一样吗？你看着就绿啊。叔，所以小马，咱就不想草原的事了。下一个，完美的童话不能被定义。神秘的城堡，公主的等待，王子骑着马，寻找着真爱，王子公主成双成对，这事儿完事儿，你们得给我一点小费。你骑自行车都费劲，你还骑马？你别整那幺蛾子了。爸，爸，说，爸，爸，说，爸，说，说挺年轻啊，一觉又一觉的。说，那个还是不行呗。那你看叔，我们这还有一个鬼屋的方案。你看，就是你们呢，进到那好的，那个普通婚礼就行，啊，那就不需要你了，咱们回家。再回家，走，琪琪回家了。等会儿叔，什么意思呀？上我这儿来，白嫖创意来了。我忙忙活活给你们说了一上午了啊，说不用就不用了，你不说得给我点说法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们必须给我说法，要不然不许走。哎呀，这是干啥呀？我怎么？哎呀，爸，你咋的？迷糊？哎呦，爸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迷糊，这咋的了？这是啊？女婿，替我跟他说去。你我看好你。看啥呀？你这说我求你了，我迷糊，我看好你，快去，听话。哎呀，行。商业就是很残忍。我这那个迷糊，那个谁啊，经理是吧？我们顾客呢就是上帝，你说你这样跟上帝说话，多少是不是有点不虔诚？一分钱没花，那叫上帝吗？上我这儿来零元购来了。哎，我下。上帝下来。那上帝算不上，至少是不是能算是个老弟？你这样，你看在老弟面上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你少给我来这套！今天要是没有说法，谁都不许走。那要这样的话，那看来只能拿他顶一下子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婚礼变升学宴，庆祝咱闺女顺利升入实验2小。扫码交钱。老弟，你这么说我就挺突然的。老弟，对吗？上帝，哎，那这位是？哎呦，这位是老上帝。哎，也熟人，谢谢。老爷，你参加要升学宴吗？当然了。